年9月25號，太興試呢個燒鵝奶19蚊。10月1號7折喎，裝晒版，一開四隔晒。呢個係個曲你可以自己掃，不過佢幫我落咗單啦，所以冇所謂。加嘢飲咧，佢就好似話要加唔知18蚊，咁所以就冇叫啦，唔抵飲18蚊一杯咁嘅嘢。OK， 到咗啦，一隻手啦，一陣撩下俾你睇先。菜就得半條嘅啫，半條粉啊 OK 啦，個量我估都係下午茶嘅份量啦。1、2、3、4、5都有6羹，跟住叫多咗個甜酸醬，一個辣椒油。好，開餐。試過啲湯瀨粉鵝菜都 OK 啊，正常都冇咩特別話唔好食，19蚊冇投訴噶啦。同埋個辣椒油都幾香，又唔係話好辣 ，OK 幾好食。帶咗成碗嘢都好食咗。